据印度经济时报2月14日报道，印度政府已对超过54个对印度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构成威胁的中国应用程序发布了禁令。据了解，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禁止属于腾讯、阿里巴巴等大型中国科技公司的应用。这些应用是印度在2020年已经禁止的中企应用的经重塑品牌或转世的版本。英国外交大臣里茨特斯拉表示，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并呼吁克里姆林宫缓和紧张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基辅与德国总理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继续寻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面临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而放弃这一愿望的压力。经历了多年的紧张局势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阿联酋进行了正式访问。据报道，因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的邀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阿联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两位领导人在官方欢迎仪式后进行了双边会谈。在此期间，埃尔多安总统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率领的代表团会晤后签署了双边协议。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与阿联酋政府在国防工业、卫生、气候变化、工业、技术、文化、农业、贸易、经济、陆地、海运、青年、灾害、气象、通讯和档案等领域签署了13项协议。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布了去年的半导体销售数据。去年，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全球芯片厂商销售额较2020年增长了 26.2%， 达到了5559亿美元。因此，芯片销售的历史年度纪录被打破。去年，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法国东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一个工作场所发生了爆炸。夜间爆炸后发生的大火蔓延到周围的建筑物，包括2个儿童在内的7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全球空气污染排名前10的城市之一，该国正试图找到解决首都空气污染问题的方案。废弃城市周围居民点使用劣质燃料以及垃圾填埋场冒出的烟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据中国媒体报道，东突厥散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于2月10日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对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承诺仍在继续。去年12月底被北京任命为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马兴瑞表示，主要目标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后来如陈全国时代，他开始频繁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的常识等概念。